再来看绿色和平甲海洋生物博物馆的研究员，做伙去台湾各地鱼市场调查，发现讲市场卖白鲳、马头等6种鱼拢真细只，其中有3种伫市场在卖，到成拢是幼鱼啊。伊嘛呼吁行政院应该赶紧甲海洋保育法送去立法院审议，让海洋资源会当量早受到保护。那以前钓的都可以钓到那么大。 现在都越抓越小。鱼啊，愈掠愈细只，渔民上有感觉。绿色和平等团体找到伫行政院门口公布几种咱定伫鱼港看到的鱼，讲真济根本拢也袂大只，就互人掠起来。我们在市场上所买到的黑猴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只剩下这样子的大小，它是未成熟的，超过99%的鱼的黑猴。 在我们的调查中，都是未成熟的小鱼。环保团体甲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伫年初访问家人宜兰的市场，收集白鲳、乌鳌、马头鱼等6种鱼，1700挂笔的数据，发现有7成的鱼仔也袂大只，就互人掠起来；有3种甚至是9成以上。学者讲，因为目前嘛无规范，呼吁行政院应该赶紧通过海洋保育法，抢救渔业资源。 市面上看到鱼，大部分被我们抓起来的，它其实还没有达到这个可以延续族群的标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非常不永续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接下来导致的就是它的整个族群会越来越小。学者举例，像鱼仔网的大细目，若有规范，就会当减少掠到细尾鱼仔的机会，嘛通加强海洋科学监测。行政院交通环境资管处嘛表示，海保法去年底就已经完成相关的审议，会并说伫立法院这个会期，甲法案送去审议。记者陈亚木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